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不时报道警察为了要维持社会秩序规矩，防止有人做违法的代志，就伫咧有的时间执行临检的勤务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检查的检，读过验检第二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检本地意思就是包文书的笼，也就是批笼。咱即马较接用到意思就是查验，咱讲检查、检验。另外，检查判定或者检定，若是检验探讨，也就是检讨。举发别人唔对或者是违法的行为，就是检举。为了预防传染病所做的行为，或者检疫。另外，还有验尸，古早嘛有人讲是检尸，也有约束、拘束、拘留，古早讲是检束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检点，这是形容一个人的道德行为有自爱，会家己约束家己，或者是讲会斟酌去检查、去检验。第二个词读做检采，这是过去一寡老一辈的时代，常常会讲到这个词。咱台视台语新闻嘛常常讲到，这个意思就是有可能安怎，或者是恐惊安怎。比如讲明仔载检采会落雨，也就是讲明仔载有可能会落雨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阿明最近生活足检点，啉烧酒就乖乖叫计程车送伊倒转去。检采行为一顶日仔违法，收到一张罚单，罚一条足大条的金额，一解就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检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